你曾經諗過，自己今日一個簡單嘅決定，可能改變緊幾代人嘅未來嗎？我哋嘅生命，往往比自己想象中更有意義同影響力。係咪覺得有啲不可思議？但呢份影響力，正正係我哋信仰傳承嘅核心所在。聖經民數記第26章2節話：照佢哋宗族數點。呢句睇落簡單嘅經文，其實蘊含咗上帝對我哋每個個體嘅重視同埋佢嘅宏大計劃。佢細心數點每一個人，唔係為咗清點人數，而係要肯定你嘅價值，同埋你喺佢永恆旨意中嘅重要位置，確保佢嘅應許能夠一代接一代傳承落去。你嘅信心，你嘅付出，唔單止影響你自己，更加係一份無價嘅禮物，一代傳一代，成為永恆嘅祝福。上帝永遠紀念你嘅忠心奉獻，你嘅生命將會喺歷史長河中閃耀出永恆嘅光芒。無論遇到咩挑戰，都要繼續以愛同信心去活出每一日，因為你嘅奉獻會成為後代嘅祝福，成就上帝奇妙嘅應許，將佢嘅愛廣傳出去。